10年前，斌仔羅君佐因為糖尿病，所以令到身體每況愈下。去到上年，因為呢個病，先後切除咗右小腿，前後經歷咗2度截肢，終於可以用義肢行路啦。但係好景不常，同病魔戰鬥多年嘅斌仔喺日前就病情惡化，入咗廣華醫院深切治療部。大批好友即刻嚟到醫院了解情況。去到2010年11月13號下晝6點38分，斌仔羅君佐喺廣華醫院病逝，享年51歲。而斌仔嘅好友蕭建亨就話，斌仔離開嘅時候好安詳，冇痛苦，放心。所有朋友見佢最後嘅一程，佢都有反應嘅，希望大家能夠延續斌仔嘅香港8二精神。當講完嘅時候，一眾嘅朋友都不禁眼紅紅落淚，場面非常之傷感啊。至於斌仔係咪因為腎衰竭所以離世，佢就話要等醫生嘅報告。佢形容斌仔入院之前仍然有打俾佢傾劇本，估唔到第2日就要入院留醫啦。而留醫2日期間，斌仔全身都插上儀器，期間醫生亦都用紗布蓋住斌仔嘅雙眼，怕斌仔見到朋友嘅時候用力擘大雙眼消耗體力。雖然斌仔就唔能夠見到好友，但係仍然感受到一眾好友到場鼓勵同埋支持，因為每次朋友講嘢，呼吸儀器反應亦都特別大㗎。蕭建亨亦都表示會完成埋斌仔生前寫下嘅劇本，而且會搬上舞台，完成斌仔嘅最後心願。